观众朋友，食饱未？老师平安。平安平安。我今仔日这是旧厝哦，咱今仔要踅到足久会有人要看卖啊？即文这已经是应该是无人知影吼。新诶，你后壁迄是新诶哦，迄毋是旧诶，迄个新楼哦。对，我这看起来旧，但是伊叫做新楼，有人知影新楼无？咱顶界嘛有讲过吼，咱今仔要讲诶即个医生诶，伊是咱顶界有讲过一个医生伊诶第三个后生哦，就是来伊个做听咱诶原住民。阿美族诶，伊最后去阿美族。阿美族，听讲伊个有帮因翻译因诶圣经。差一点仔去病院吼，因为震惊对无？欧洲咧震惊。欧洲认证，佮翻译阿美族诶圣经着，是，所以咱来看卖啊，即个人真厉害。马雅国人叫做马雅国二世啦，因为因后爸就是马雅国，因后爸就是来台湾宣教诶第一个嘛，第一个医生嘛。第一个医生。迄个当于前1865年就已经来啊，所以因后爸伫迄个建立诶医叫做古老医馆，因拢伫火车路台南诶铁基路诶西边，本地伫看世界建立嘛，后来佮搬来伫迄个叫做就是即摆博爱路遐啦。即摆毋是叫做北门路诶边仔遐吼，卫民街啦。迄个所在是迄个所在医馆是甲人租诶，原来是叫做古楼。到1901年是甲搬过铁基路诶东边，搬过新诶所在，迄家己起诶哦，叫新楼，所以有古楼甲新楼。所以我后壁即个是旧诶还是新诶？你迄是新诶啦，旧诶是甲人租诶人家厝吼，你这是家己起诶，家己起诶，叫做新楼。当然新楼佮有隆重登起一届吼。是，对，咱等下看着吼。所以伊伫28岁就来台湾啊，做医长咧。伊做医长其实是迄阵有一个叫做安必德医生，伊伫台湾伊伫台南诶所在服务有22冬。伊就是对旧楼搬来新楼，伫遐有新楼诶安怎计划啦，安怎建设啊，一个医生伊叫做安必德。安必德呢，伊要去打狗，就是要去基后医馆做医生，所以甲新楼遮就请马雅国二世来做。来做即个院长，所以马雅国二世就是新楼病院第一任诶院长。是安尼。迄个旧楼伫旧楼服务上济当诶，就是安必德医生啊。伊就去伫高雄诶基后诶医馆，台南遮就请马雅国二世来，马雅国正做新楼病院第一任诶院长。伊共款搁伫即个所在搁服务，有哪是22冬。伊搁调去，迄阵遮是属日本馆，伊对日本去中国啊。所以伫1923年50岁时马雅国二世的普客就是普客议会诶邀请。普客议会是啥物呢？就是伫中国诶宣教师医生诶宣教师所成立诶一款联合会。这个就是要参加做会员，就是爱有医生诶执照，爱搁服务伫教会机构，安尼才会使。这两个条件若无合，就袂当做会员。因为成立即个会目的是因为足济西方诶病也是药诶名词逐个翻译拢无共款，安尼会较乱，所以伫遐要安怎翻做中国话，伫遐有一个统一的
因伫遐会来出版文，然后因出版的物件，甲送互每一个新闻的啦，报新闻的，出版其他的文学的，还是讲科学的啊，遐名词就互因利用，安尼才会当统一。即个是基督教的一个组织，伊伫50岁时就对日本人管的台湾来请伊去中国人的上海。伫遐后来，伊个1937年的时，伊个就任中国红十字会总干事。1940年伊就倒转英国，因为伊的脚安那像有毛病，无偌久伊个倒转来，因为伊倒转来就来伫杭州啦，后来伫杭州的泰国病院伫遐服务，因为传染着急性的传染病，所以伫杭州就来离开世间。伊拢总78岁，这是大约的一生啦所行过的路程。是，所以迄阵因为震惊伊个无法度有迄阵拄战乱的时啦，战乱的时较顶日本拍中国的，较顶中国个联合个拍日本的，欧洲遐咧战争，这边也咧战争，因即个时阵是拄好全世界动乱的时阵，所以因去大陆无偌久，足侪宣教士就拢互人赶出去。无彩吼，但是因真心真。伊1901年来台湾，2月来台湾，伊10月结婚，10月初9，伊甲一个护士叫做Sanderson甲迄个桑德斯小姐来伫香港结婚，结婚以后因就是来拢伫台湾啦，伫台湾投入迄个医疗的工作，就是投入新老病院啦。因为伊是有迄个护士的背景，所以伫遮培养足侪在地护士。对。因为医生就是爱有栽培足侪护士，你才有够用。对，所以伊的某是台湾第一个护理师对，护理师对，伊迄阵伫新校做护理长，伊是伫遮并且传授足侪学生，因两个个小少去伫较偏僻的所在，尤其去阿美族的所在传教。伊是要去做传教的时候，那是做导入，因为要讲话爱会通嘛，所以有翻译阿美族话，正圣经甲翻译做阿美族的话。伊个伫迄个所在有建议英国的宣道会，讲爱来遮设立医馆，就是讲来阿美族的所在设立，因为遐真需要医生。因为迄阵在欧洲拄好咧战争，所以拢顾袂掉啦。因为英国拄好咧战争所以就即件代志咧变成从暂停啦，暂时停咧，以后甲讲暂停咧，从停甲无去啊。停甲无去啊！这真正是无简单呢。迄个第一幕啦，迄个图拄则迄张图。迄个边仔迄个护士就是因某，对，迄个医生对，医生甲因某看会出来上落的迄啦，就是因两个拢出来，逐位去做医疗的宣教。毋嘛是伫一个所在伊本来伫台南，后来就是人无甲伊请，伊家己去。帮咱遐的原住民啦，阿美族，所以伊做听因佮甲因翻译圣经安尼。这就是以前的旧楼对无？旧楼你看即摆新楼，即阵的新楼是真大间真水是，对啊，伫台南。台南铁路就是铁基路的边仔尔啦，铁基路的东边。是，而且迄阵个啥物？盖鸦片迄阵伊对，迄个马雅国二世伊是
专门咧治疗泰国病吼，也是性病吼。啊咱看到新老甲旧老，其实旧老就是因为有新老的关，因为起一间新的楼啊，还未有名，毋知影名什么名，大家拢知影讲医馆即摆有起一间新的楼啊厝，因为迄阵的厝拢平改啦，拢一层尔吼，要起楼啊厝的，人就是你若起一个楼啊厝，就讲迄是楼啊厝，楼啊即间楼啊新起的新起的当然是新楼嘛。所以就改名做新楼，这个新楼的名就调咧安尼真方便呢，直接改叫新楼的迄个新楼病院吼。新闻有啥物新起的厝，改叫新厝。我毋免想名，我逐工咧想讲，咱今仔日要讲的这要想啥物名吼，拢爱想几啊点钟哦。大概逐工迄观众朋友若看到我，迄有当时吼。做换较普文对无？就是因为想久想袂出来吼，所以直接甲伊讲新的安尼就好，厉害吼。所以真正是差足济呢吼。伊为甲阮共组的来到即个开一间就做欢喜啊！第一届去的时就做欢喜啊，后来个去到遮。新老病院发展，最近的发展咱看吼，伊伫安南区台南的北边遐安南的所在，佮有伊个门诊的所在，佮伫麻豆有设立一间麻豆病院，有那真大间，叫做新老麻豆院区，所以有3个所在啦，伊伫台南遮有台南的新楼，有麻豆的新楼，佮有安南的诊所，3个院区拢总的员工，目前是差不多1700个人啦。义工有200几个，义工就是讲有足侪人愿意无领薪水的去帮忙。对，我会记。迄个，阮妈妈迄阵拢走去遐做义工，来做义工有做10档。真正有厉害，我就做佩服。新楼病院做义工有做10档吼。对啊，因为阮妈妈是家己嘛是看病的人吼，但是伊拢会去做义工。看病看了济啊，变医生。嘿，就会当去安慰人，佮做欢喜的吼。大概去转来，佮食一个便当，就做欢喜。欢迎大家会当有闲去做义工安尼。做义工吼新老病院拄好新老，伊个新老的病院是对台湾话评的，毋是国语哦。所以你甲读是新老。新老。来后壁病院也是英文，遐英语的大写个叫做咧 SLH。伊个意思，伊来意思叫做 service， 讲爱服侍服务，来用爱心 love， 佮用 hope， 用迄个有愿望，互人有愿望，就讲你爱服侍人，佮有疼心，佮好服侍要安怎服侍，互人有愿望，愿望就是讲我将来要佮安那，我身体还佮会好，好去以后我要创啥，我要创啥吼，佮有一寡有愿望的代志摆了壁。是，所以就是用爱，持续的疼心来服务病人，互人会得到身体啦、心灵啦、灵魂啦，完全得到照顾。所以人生的愿望，这是新老病院的发展，甲伊的目标。对吼，迄阵震惊哦，迄个医生伊家己的国家咧震惊应该是讲世界拢咧震来震去吼。但是因若是继续来关心遮有需要的人，我就想到即阵足侪国家震来震去的吼。但是有人佮带迄个医疗的团队对无？规个带去伫迄个震惊的所在，乌克兰啊，还是讲以色列，还是巴勒斯坦吼，足侪其实有足侪人伫遐咧服务的吼，救人。真侪医生拢真有疼心。是，这拢无钱通客哦，家己去遐吼，所以咱就想到即个无边界，就是
无啥物，无边界伊食啦，就医生啦，无边界，就讲伊无分啥物国啦。像伊台湾有一个医生吼，伊就无分，就是无分啥物国家，也无分阶级。讲有一个，即个讲有一个贼仔，互警察抓着，当然贼仔要走，警察要抓，结果两个拢着伤，两个着伤，互人送去病院，送去病院，迄个宣教师吼，就甲伊讲，就甲看看，两个甲看看，讲迄个做强盗，迄个做菜的吼，甲上重，较紧哩。急诊较紧哩，就生意迄个足济，警察送伊去，一大警察拢袂欢喜啦，讲伊是贼仔呢，你迄个警察生意甲对啊，伊讲毋是哦，伊一个无生意会死去，迄个较轻，伊个病较轻吼，无遐上重，小等甲来袂要紧，后来。停了足久以后吼，遐无欢喜诶警察想讲，有哪有道理啊？系啊，医生就是要看病啦，毋是要看你阶级啊。真正诶，阮囝讲诶，阮囝最近咧甲我讲，哎呀，妈妈，迄个耶稣就是为着咱即种吼有病诶人较来诶哦，毋是因为咱做厉害，还是讲拢做好诶吼。就是为着要医即个有需要诶人吼。所以圣经吼，过来读一遍啦。即段圣经过来读一届，罗马人书10章15节。若要受差派，因哪会去传？照记载的圣经诶记载吼，传播福音诶人，因诶骹脚是我尔水。第二位圣经咱看吼。申命记32章第7节，着记日古早日，少年历代年，问你的老爸，伊要指示你；问你的老大，伊要甲你讲。所以咱今仔日讲的医生，甲较早前礼拜，前礼拜，咱拢讲医生的第二代，即个是第三个医生的第二代，马雅各，即个。第二代为什么因拢会当跟对因老爸骹只继续做医疗的传教？就是因会当去问伊的老爸。你要写咱即摆讲故事的目的，就是要互你少年历代的年。较早遐有好模样的，诚做咱一届的效法，佮一届的参考，要安怎行出耶稣的骹只？所以伊直接讲问你的老爸。伊要指示你，问你诶老大，就是讲时代啦，问你诶时代，因要甲你讲，毋通甲所有过去诶人拢当做无路用，毋通想讲你即摆上高我即摆时代科学什么 AI 时代啦，什么是上好上高，当然是真好啦，但是做人诶道理，有哪是爱一代传过一代。所以其实咱诶圣经嘛是一代传过一代，来后来较写落来诶吼，对无？所以因以前诶犹太人因足厉害，就是因逐个人拢是圣经为头背甲背吼。可以问你老爸无简单，对，就是会记传互后代诶人吼。拄则梅秋问讲倒一个后生，第三个啊吼，马哥第三个后生啊吼。我知影大汉后生吼，马雅各诶大汉后生是伫大陆做医疗宣教啦，是伫中国啦，伊即个是来伫台湾，台湾是属日本国，迄个时代是日本啦，大汉诶是伫中国，两个人拢是啦，两个囝拢是，拢是做宣教师。对啊，但是即个是做继续做医生诶啦吼。咱会当袂记诶人会当去看咱进前诶节目吼，若有机会会当讲互恁诶子孙听吼，即个故事吼。其实咱为虾米要讲遮尔侪故事，嘛是希望讲咱会当对咱诶土地，对咱家己诶即个所在会当搁较了解，对无？无论你是伫啥物国家诶，
上帝应该拢是有伫你诶国家有足早足久以前吼，就开始啊，开始有福音吼，开始有宣教士伫迄个所在。嘛，欢迎你会当甲阮分享恁国家诶故事哦。啊，所以咱今仔日就讲到遮，多谢老师，赶快咱礼拜AM 台湾8:10，泰国7:10，澳洲2:10，佮做伙来讲故事，还会记甲家己饲一个赞，因为咱拢是无论去到什物所在，拢做愿意帮助人诶人，对无？多谢咱今仔吼，有足侪观众朋友来哦，真欢喜看到阿兰团队，虽然伊听无，但是伊祝福咱。多谢美秋、明辉、美华，啊，佮有足久无看到诶书画吼，多谢恁会当来甲阮分享恁诶故事吼，后一摆会记写较济哦。你有知影什物人伫恁诶国家你宣教诶吼？会当讲来互阮听吼。好，安尼多谢老师，多谢观众朋友，大家平安，后礼拜再会。